花西在地新闻，继续来看台中风雨基金会甲人心乐活园区来举办着我是小英雄的运动会，邀请到特殊的儿童甲80岁以上的时代来参加着跑步甲射箭的比赛，互老大人甲特殊儿童拢会当勇敢来对望，完成自我的挑战。 时代和囡仔伫众人的协助，准备要走向终点。虽然脚步有较慢，不过克服身体不便来完赛。风雨基金会连续第5年举办我是小英雄运动会，让时大人和囡仔行出室外挑战自我。 我们召集了一些长辈们跟小孩子们他们的互动的情形，让我们的慢蹄宝贝能够体验。今年运动会总共有60位时大和特殊囡仔参加，其中一位参赛者小兴甘那5岁，已经连续2年参加运动会。重度身心障碍小兴虽然敢若会使坐伫轮椅，不过伫基金会协助甲伊摸起来完成体育项目。我觉得像他们这种。 很多限制的小朋友，我觉得就是多让他体验很多东西，他会比较愿意去尝试，就是会变得比较外向。好佳在当年运动会有善心的企业及单位赞助经费和物资，才会当顺利举办。主办单位嘛真感谢企业来斗3工，让时大阁有特殊囡仔会使勇敢完成自我的挑战。